點解你技術面試成日 fail？ 因為你停留咗淨係喺識用嗰一層，頂級公司考嘅係你睇唔見嘅技術深度。今日我哋就用 Java 嘅 HashMap 同你拆解4個技術層級。第一層用法 ，HashMap 係咪淨係識用 put 同埋 get 就夠呢？錯啦！如果你淨係識用呢一層咧，面試注定失敗。第二層 Best Practices，HashMap 嘅 key 點解必須要 override equals 同埋 hashcode 呢？佢喺多線程之下點解唔安全呢？回答到呢一啲，你先至勉強合格。但係高手之嘅較量咧係第三層。第三層內部原理，當 get 嘅時候發生咗 hash collision， 底層到底發生咗咩事咧？佢內部究竟係用 linked list 定係紅黑樹？去到呢一層咧，已經超越咗70% 嘅 candidate 啦。但係真正令你脫穎而出嘅係最後一層，第四層源碼同埋設計哲學。點解 Java HashMap 要將 linked list 變成紅黑樹咧？佢唔單止係優化，而係一場性能嘅救贖。當 linked list 過長嘅時候，將時間複雜度由線性嘅 O of n 提升到 O log n， 由識用去到理解設計哲學，呢4層代表嘅係一次徹底嘅思維升級。唔好再做淨係識 call API 嘅馬龍啦。Follow 我，同你拆解更多技術背後嘅思維深度。